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音有情有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来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吃海产，我要小摇滚爱你来。完创的迄个音乐大奖，而且恁个摕到头奖，第一名。好，歹势，摕到第一名，唔是头奖。韩民这条歌，这条歌是咧写予迄个创作者，写予迄个做艺术的人。就是讲，逐工咧受冻受晒，甲咧航面安尼啦，勇敢做民盲。我头看看袂清，使着你也是无梦，梦西东，天外远，航面敢是为着民盲。在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这的记忆，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百款，逐工拢有足侪故事伫发生，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。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，我是爱听团的 Ralph。今仔日阮的来宾非常的特别，安怎特别呢？因为因这团甲海关系，无错，就是海味61号的海。那么咱该开讲，看明讲到什么甲海有关系无？喂，恁伫遮哦？咱约个这个所在，我感觉袂歹咧，是个古迹。今仔日这就是海味61号的来宾，咱这团叫什么团？恁家己讲。大家好，我们叫乌老。啥要叫乌老？乌老是啥物意思？因为我本身是家人人，嘿，啊，我就是迄当初想要找甲好一个甲海有关系的名，啊，后来就是想我啊，就好黑潮，对，啊，后来就是咧找啊，网络找啊，安怎找就是找到讲哦，黑潮就是台语是乌老，对，我较好奇就是讲恁是安怎去熟悉去组团的啊？一开始是伊家己在表演的，然后后来要找吉他手，找吉他，对，高中的学长安尼，学长啊，对。后来就想要组团，所以我就问讲，敢有实在较厉害的贝斯手、鼓手，啊就伊就讲因两个，我是厉害的贝斯手，厉害的贝斯手，啊就厉害的鼓手，对，啊。想我会去找到伊。高中迄社团的学妹，小兰，你高中我是建中的高中的社团，伊是经理，经理的哦。我是有效的朋友啦。哦，朋友哦，同谋搭子就对啊。我会记你一个会晓起步嘛，对不？对，一个会晓设计。对，设计维度，所以恁的 EP 啊，包括layout啊、设计啊，还有未来等你准备的专辑，
对，拢是伊设计。你为了你就直接就决落，还是讲你会甲因讨论？会失去，你无来离开，就剩我家己，无完整的伊，完美一点，我其实计划怎样？证明是真，伊目睏嘅滋味，我照顾你家己，多山路迄边，敢若山路的歌声，等待救命的花。也去，万年消失。我记住海洋过去，我记住古老看海淹过城市，我记住陪伴落去，伊要伫个世界顺着伊的声音。袂着空气，感觉着伊看我坚持。我记住满花的泪，我记住玫瑰，予伊相信爱情。我记住离开，予伊要伫个世界顺着伊的声音。心命会流去，伊的永远活伫，是有的是真袂离去，最后一口气见证我的原理。会留我啥你，要留的是我已经看见，玫瑰我想你。因为恁着拢做台语歌，搁唱台语歌。啊，恁的原生的家庭，敢母语敢是拢讲台语？我家己是阿公阿妈讲台语，细汉时阵因为要去读册，啊住伫阿公阿妈家斗。啊，毋过后来就是家己有写台语歌了后，就是想要甲这个语言就是捡转来。你写出来了后，你会先甲因讨论无？我会甲因解说。啊，毋过无法度讨论，所以拢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啊？先写 melody， 先写 melody， 写了可能个编曲。所以编曲甲来迄个曲风，就是恁大家去决定上。对。我家己咧看啦，恁若咧创作迄档，我家己的感觉，恁的上头的困难就是，哎，无法度讨论，这敢是一个上大的困难。
伊就是100%信任安尼。哦，100%来信任对，因就袂讲啊，你安怎改，伊嘛无法度讨论啦。啊，毋过你嘛是开放的嘛，对无？对，伊若是有想法，甲我讲，我嘛会改啦。真诶假？对。伊讲真诶也假哦。真诶。你的灵感是安怎来？我之前想要写小说，我嘛真介意科幻小说，奇幻科幻的迄款。后来就想要把这唱片往迄个风格去撒，就是要听起来敢若是一个架空的世界。讲到当我即马淡薄喙焦啊。哦，零咖啡。零咖啡哦，好啊，来零咖啡。恁组团甲即马应该有拄到 COVID-19 嘛，对无？所以我就好奇讲，恁伫 COVID-19 当中，恁要安怎去完成一个作品？迄个时阵就袂当见面嘛，嘿，所以阮就试看卖，以前无试过，就是伫咧电脑顶头，嘿，用轮流的方式，嘿，就是我做了档案传互你，嘿，你再同我后一个安尼。啊，若是讲我今仔你写出来，你弹起了，你看我这无好，伊用甲你偷改。恁头改在直接改就对啊。直接改，迄个时阵有讲过好势，就是后面迄个会使改头前迄个。哦。所以迄个顺序抽签啦。平头啊，就对啊啦。对。啊，恁家己互相敢有去推荐讲最近我有听什么歌，听到哪一团袂歹听的无？会啊，就对嘛？就这歌。你拢听美国的？对，我就听美国黑人唱的歌。黑人有唱 rap，佮有唱 soul R&B 的。R&B 的。对，有灵魂的，就有灵魂的对吧？有灵魂的，就这灵魂就爱满满的灵魂。所以呢，曲风内底其实是毋是嘛讲嘛有淡薄有种soul的迄种感觉？有啊，因为我看你咧唱迄个调度，迄个形体，小夸尔，一点啊，你会小看者啦哦。我上爱听迄巴西的。巴西就像巴塞罗那迄款的嘛，嘛毋是。巴塞罗那甲森巴啊，较森巴迄款的。哎，做老力的呢。系啊。哎，做老力听了想要跳舞的。跳舞的。迄款的。系啊。你会记得因弹出迄种森巴迄种 reason 就对啊。伊会使。哦，是哦，就强诶。是哦。听一遍就哦。就会触电到，电到就哦。一片雪美，
息。若有花伴你，我情比在的心意，受伤半开。我捌伫梦中，中可怜惜。伫以前的以前，嘛有花开，嘛有人回味，假花会去，你都也都会有花开，会有人笑花着泪滴。It's alive here, that time machine. 我已经心底已敞开去，让昙花也会淡去。我不要表示。难过的你，幸福到处看得到你。Cause your love got me wrong, we are sinking. 无边的悲伤，写出玫瑰。付出的技能亏，就是总算是为修补，总是你答应。恁之前有做一个 EP 吼，天地尾对。是安怎开始讲去做这条歌的？伊是一张阮的 EP 的名嘛，你当阵就是想讲应该爱发一张作品，就摕阮迄当阵有写的物件，迄当阵就是要用一个，嘛是头拄仔讲的，就是末日的迄个感觉，就是嘛是一个架空的世界，是个末日。末日了后，阮会面对啥物代志？以迄个代志来出发，安尼写3条歌安尼。但我踮这做这个 EP 进前啊，恁进前佫有去参加一个海洋音乐节。旧年嘛，就是旧年啊 ，EP 已经3年啊。佫有恁佫去参加一个原创的迄个流行音乐大奖，对，而且恁佫摕到头奖。对，第一名。哦，歹势，摕到第一名，头奖。第一名。摕到第一名了后，恁家己有啥物想法无？足强的，足好听，但是无人听阮的 EP。我感觉今仔大家看了恁伫遐甲我开讲了后咧，愈来愈多人来听恁的 EP， 而且会去期待有用恁的专辑。对。所以恁这个专辑当伫做。对，当伫做，当伫录音。当伫录音嘛。对。差不多完成了几趴。10%。5%。录音差不多5%啦，歌已经写1年啊，40条。30-40条嘛。歌在选，选最后选10条。你是动作较慢。对，真正动作较慢。好啦，豆豆做啦。豆豆做，又刚才在做要较完整的作品啦，互大家听安尼。第一名嘛，对无？第一名的作品。EP 了后，再来就是专辑吧。所以我就想要讲，请恁来介绍恁这张专辑的风格、甲概念，还有曲风，还有是安怎第一名。好。这张专辑。你讲吗？你先。阮就是从零开始啦，就是无想要讲，即届就是爱，就是讲哦，阮要做啥物曲风，就是无讲哦，一定爱进前是做可能 Afrobeat 或是 Fusion，即届拢啥物拢卖想，所以讲其实
一开始的概念是希望讲，阮就是做一个有特色、有特色的，对，有特色的。互人听就知影讲是恁乌楼。对，就是爱做阮的 debut， 所以讲其实曲风我嘛无真确定讲，阮即马是在做啥物。我给做出来，大家拢爱来听对吧？听恁的作品。咱海味61号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来甲期待，咱这乌楼的专辑要发去当阵，爱赶紧来甲听。感谢恁今仔来海味61号，谢谢，真欢喜甲恁开讲，多谢，感谢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海味61号》，我是爱听团的乐父。有的人爱听的台语歌是一种足强调、一种气口的，就亲像我比别人较认真这款较出力的唱法。啊，佫有另外一款轻轻啊柔柔，就亲像你热天啊，伫高雄啉一杯冰水同款，遐尼啊清爽。无错，今仔海味61号的来宾就是千地。大家人拢讲，恁的歌内底拢有一寡海边的气味、海港的气味、高雄的气味。而且我会记恁敢有做一条歌，是内底有写高雄，对无？对。啊，我想问讲，高雄的气味对恁来讲是啥物款？因为我是伫小港大汉的囡仔，所以高雄的气味对我来讲是工业区的气味。这无好的意思哦，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高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的所在。对，我囡仔是我对高雄的印象嘛是安尼。对。这四个是啥物缘分，互恁接做伙，然后去组团的啊？本地拢是朋友啦。对。啊，阮拢介意音乐，拢介意乐团。主要是阮四个拢是高雄人啊。拢高雄人。嘿，高雄人啊，所以伫高雄耍音乐，大家拢熟悉啊。是。真正的看表演时阵拢会拄着。嘿。对。哦，对，今仔日来遮哦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啊，你嘛听一团咯，做侪人，嘿，啊是讲迄个，譬如讲伊你团无咧算后，无来遮我，来哦，安尼，小招安尼，大家小招安尼，都没有了，团就结做伙安尼嘛，对无？哦，其实嘛要10档安尼，安尼嘛要10档啊，这10年来做足侪条歌曲。对，创作的灵感就甲高雄这个在地有做一寡连结嘛，对不？对，因为我基本上无代志的话，就是骑奥多摆，啊，伫高雄的路安尼，拉踅，啊，就哇，就吸收足侪高雄的环境的灵感。好啊，无咱继续行，咱讲恁要带我去一个所在，对不？对，来，好，来看嘛。错咯，好。一个乐器行嘛。对。啊，这个乐器行，甲恁有啥物？关系无？阮若4个人拢伫高雄，就伫遮练团。啊，做学生的时阵呢，就拢伫遮。我有听讲10，你有一个怪癖吼。怪癖？系啊。是啥物怪癖？一个啥物依恋的，啥物就是怪癖。哦，你讲刀癖型。刀癖。对，我所以我唔知讲是怪癖，我袂讲你刀癖，因为你无法度闪癖，我问你的问题。你迄个怪癖，踮在你伫创作音乐迄当中有对你有啥物影响着？啊，我先来转吼，先刀癖。因为阮的歌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所以我常常教我的，比如讲介一个物件，介一个人的心情，啊，无法度讲，因为常常咧刀癖嘛，所以会惊咧讲出来，惊足侪代志的这种心情，就甲写伫咧歌内底。所以阮的歌迷嘛，就介意看阮写的歌词。有同感就对啊。对，有同感，因为咱台湾的囡仔就是拢较害羞嘛，嘿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刀癖也是害羞的心情是大家拢有的。你若讲要讲刀癖，我会讲你把这个物件藏在内底，啊，互人听，然后去看你歌词，啊，来去感受到讲你的心情是安怎。对。溪海掠无鱼。
恁四个人对这两张专辑，恁家己有啥物感觉？讲是差别的差咧倒位安尼？对我来讲，第一张专辑较像发一张物子，去找家己是啥物款的人，我是啥物态度，我伫一个社会顶悬是啥物款的存在。第二张的话就较困难，就是讲，我已经有一个型啊，互人熟悉的型，要安怎个超越，还是个做甲搁较无共款。这是对我来讲无共的所在。第一张的时阵，你是你只要介意音乐，你就通做。但是第二张的时阵，你唔止你爱介意音乐，你搁爱有一个决心，我爱去做一件代志。对啊，即台语的创作的部分来讲，恁伫做迄个时阵，恁家己敢有感觉讲啥物袂顺来讲生硬啊是安怎？伊讲台语歌较歹写呢。无好写，真正无好写。差不多大汉到一个年岁了，就变到无台语的环境啊。毋过有迄个台语的语感，搁留一寡伫身躯。对。所以要去写台语歌的时阵，会变两个拢掺做伙咧写。嘿，嘛，像阮头一条台语歌是叫《怪手》。迄条歌即马，若用即马看台语歌的标准，一定是有无及格的。毋过嘛是一个足好的尝试。就在街仔路边等太阳。
近我有听讲，你有去参加一个乐团的迄个选秀的节目。我想讲，啊，你著出2张专辑，你创你讲斗啥物老力？你是斗老力，还是讲去想讲要去挑战，还是讲去 challenge 一个？想要赢啊，对啊，无咧输的啊。想要甲家己的歌，互愈侪人听啊。哦。去电视的经验，甲伫舞台表演是无共。甲现场的 live 无共对无？对，我感觉迄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。对。像我啦，我家己头一摆听到乐团的歌，其实是看宪哥的节目。看到我伫电视顶管听到 TZ Back 这个团，因去宣传因的专辑，啊，我就讲哇，这个世界上阁有这款音乐哦，阁写甲安尼安尼唱歌敢袂使，安尼写歌敢袂使，啊，我就感觉足介意的，所以为这个电视开始听乐团，所以我感觉会当就电视啊，用这个乐团的身份。我嘛希望讲，是毋是有一个囡仔即马看到电视，看到我咧唱，听了讲哦，这我记得这千地。对。啊，伊会有一寡代志，就伊伫伊的心内萌芽。既然来讲到这来讲啊吼，我想要问恁4个人哦，就是讲恁要选恁家己的专辑内底的一首歌，恁会安怎来做一个决定安尼？我选点一个啊，一条台语歌。出社会这几冬吼，有足侪朋友是为伊做伙咧耍，啊慢慢啊消失伫你的生活当中，啊你就会想讲，啊奇怪，最近无看到这个人，伊是去创啥？我就知影讲，哦，伊咧照顾妈妈，照顾爸爸吼。即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吼，所以我感觉点一个啊是咧写好这种。有苦啊，毋过讲袂出来的心情，感觉有台湾精神伫内底啦。是，对。那是安尼，我会讲是韩民这条歌。韩民这条歌是咧写互迄个创作者，写互迄个做艺术的人。就是讲，逐工咧受东受西，甲咧韩民安尼啦。所以讲，你若有咧做歌，做啥物艺术的物件，我甲你做伙。对，就是勇敢做民望。对。那安尼，我会选《青春咱的梦》。这条歌其实是咱这个乐团帮公司台语台写的一条歌。是啊，我感觉迄就是在讲，你伫青春的过程当中，你有你的梦，啊，你做你介意的代志。今仔非常多谢千地来这海味61号来甲阮分享因对因做音乐的一寡想法。互恁知影，因写的歌想要表达是啥物意思安尼。
浅茶、甲乌楼，听到因的演出歌曲，你会当感受到，伫茫茫啊雨的天气中，啉到一杯淡薄仔甜的拿铁，而且佫是烧的。因唱的歌会当为你的耳仔内底开一蕊清幽的花，互你满满的感动，甲自在。